嗯，OK，开始。大家好吼，我是秀婉吼，咱今仔日是3月26吼，2022年。咱今仔日真欢喜，咱有邀请到迄个查理伍吼要来甲咱讲迄个台湾世界的答案。今仔日的节目吼，我请迄个欧大华的潘美玲姐吼来主持。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潘美玲姐。大家好早。嗯我是潘美玲，我伫咧澳大吼。以前是迄落台湾高雄民生电台的主持，真久无主持，所以今仔日真紧张啊。我要先讲起，就是讲因为 Ukraine 的战争吼，互咱想着讲台湾的生存，所以愈感觉讲台湾文化的重要性。真欢喜今仔日我有即个机会当来介绍吴冠益。车里有，我拢叫伊车里啦吼。车里是一个台湾人的第二代，伊已经伫咧替台湾伫咧加拿大吼宣扬台湾文化20年吼，互人知影讲台湾的存在，透过台湾的文，伊做的代志实在是足济吼。在我印象中吼，上届深的就是讲。伫咧2008年 Winter Olympic 的时阵吼，伊利用台湾阿嬷花布来介绍台湾，放伫咧Vancouver 的迄个美术馆的头前吼，做一个艺术的装置引起真大的注意吼。迄阵也是2月吼，所以大家感觉讲敢若一个2月的春天啦吼。了后吼，伊嘛足努力。伊讲，大家拢讲 Chinese New Year， 所以对伊来讲，伊感觉讲这毋对啦吼，应该是叫做 Lunar New Year。所以为着要推销这个 Lunar New Year 这个名词，同时伊创造一个叫做元宵节的灯会吼，嘛是足成功吼。所以这个台湾的文化一再吼，在伊的迄个。20年的努力中间，一直在经营吼，甲台湾的即个多元文化送去即个主流的社会。伊本来吼实在是咧甲一个朋友合资做一个投资公司，但是因为伊想要专心来创造一个台湾文化的非盈利的公司，所以伊家己的迄个股份拢卖掉，专心的投入吼。即马现代迄落少年人吼，咱台湾的二代参照伊即款的实在是足少，我实在足佩服伊即款的精神。为着吼要推荐即个台湾的文化，所以伊搁在台湾另外设立一个公司吼，有一团的真少年的拢差不多20通岁的少年人吼，伫咧伊个公司咧服务。因逐个呢。拢是收集真侪台湾文化的资讯来互车里，车里大家才会当做台湾文化的宣扬。即中间，伊即个公司渐渐即马愈来愈成熟吼。伊台湾即间公司即马也是非盈利的公司，伊即马咧做台湾的公益吼，甲真侪是迄个其他的迄落文化的活动。目前吼，伊的即个推广真受到加拿大的主流社会、政府的支持，所以伊真辛苦的募款的当中，有政府的grant 吼，嘛有真大的公司吼，可以的捐款吼，车里真辛苦。伊甲我讲的就是讲，伊上烦恼的毋是伊家己啦，伊讲我做是。替伊咧做代志的，即个少年人，无管是咧 Vancouver 还是咧台湾，拢是薪水摕足少。伊定定甲我讲，伊家己无要紧啦，就是拢甲烦恼即个少年。所以伊的精神实在是互咱吼真感动吼。伊的努力吼，已经受到主流社会的真大的重视。即摆伊已经有发展去到甲一寡其他的国家吼共同。来创造即个文化节，
所以每年的冬天，伊咧 Vancouver 是做即个叫做元宵节的灯会吼。托伦多甲 Vancouver 拢有，托伦多甲 Vancouver 咧热天的时阵做一个做台湾文化节，拢是真成功的活动吼。所以吼，今仔日咱就要来听请恁讲讲伊安怎样的过程，甲讲伊即马伫台湾的即个公司吼，咧做啥物款的代志？伊伫台湾即个公司的名叫做三丰多果。我问伊讲啥物意思？讲今仔日吼，大家才来听看卖，伊要安怎来介绍伊台湾甲Vancouver的公司。多谢，请你吼，来，咱就请你，阮来要来听你讲看卖。多谢美玲阿姨，多谢迄个秀婉姐的邀请。真内底有真侪真拢熟悉的即个先进讲我的长辈吼。今仔日吼，我是第一遍用台语讲即个演讲啦吼。希望会当讲得会顺啦吼。拄仔咧讲即个台湾文化节吼，我嘛要讲迄个会长老师伫内底吼。会长老师其实是台湾温哥华的台湾文化节的一开始的创办人吼。我是伫2001年开始接即个温哥华的台湾文化节。拄仔迄个美玲阿姨咧讲2008年即个 Olympics 吼，其实是2010年的 Olympics 吼。是互大家知影者。即个 Chinese New Year、Lunar New Year， 其实我毋是第一个啦吼，真侪人拢咧做即个代志，只是讲我透过即个活动，互大家更较清楚吼。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去年啦吼，去年底的时阵台湾一个出版社叫八旗吼，替感觉阮的故事真趣味，所以替阮出一本册叫做《台湾世界的答案》吼。先甲大家讲吼，台湾我毋是咧讲台湾有世界的答案，这是一种心态吼，讲要安怎去面对这个世界，咱爱甲家己当作是一个答案，吼，咱莫变做别人的问题吼。我伫即马阮这个做一个名叫做这个 Asian Canadian Special Events Association， 其实是几个 organizations 吼，这是其中一个。阮伫 Toronto 的即个活动，其实拢有同即个Toronto 的即个同乡会吼，台湾同乡会合作。我今仔日小可甲大家分享一寡背后的即个观念，同阮的理念吼，无一定是适合大家，可是这至少是我即马感觉这20几年来一个改变吼。对一开始我咧做即个活动，同尾的一寡代志的即个影响，即马找着较无共款的方向去看，看即个台湾文化节，还是讲看咱家己台湾的文化。一开始呢，我最近拢咧甲人讲，我安怎介绍我家己啦吼。其实我拢问家己的问题啦吼。我用这5个问题咧介绍我家己啦吼。我有2个囡仔吼，一个是一个芭蕾舞者，另外一个即马伫迄个伫 Scotland 咧读大学第1年吼。我伊细汉的时阵，我拢定我都陪，我拢甲伊讲我咧创啥吼，我讲 I bring people together 啦吼，我的职业是 I bring people together。我的工作吼一大部分吼爱去说服我的同事。要安怎甲因的迄个厝内底的人讲即个工课的重要性吼，安尼去甲因说服因为真侪人拢无愿意因的囡仔吼遮辛苦啦吼，钱趁无介济个时间用真济吼所以即个文化的工作吼，毋是咱一般家庭希望咱的囡仔去做的代志，可是我身躯边有一群遮少年人吼，因的即个时间吼，因的即个 contribution， 我真配合所以就是安尼，我爱帮助因去甲因的厝内底的人去
去甲因迄个 convince 吼所以我甲因 convince， 我讲理想吼，同现实其实会当做伙啦吼牺牲理想的即个人生吼，其实是袂快乐的啦吼我另外一个工课爱去找资源吼，来甲替台湾讲故事啦吼咱去找呢，我拢甲讲吼，咱咧帮助台湾吼，其实是结果吼帮助别人是咱的目的吼，这点最重要的吼。我毋是为着台湾去找资源，我是为着要帮助别人去找资源结果帮着的吼是咱台湾吼免同这理念无共款的人吼，要去沟通吼我感觉理念也无共款的人吼，理念无共款的会冤家啦吼可是理念共款的时阵其实是最快乐的，所以我拢对共款的所在出发吼去发现讲这个无共款的精彩伫什么所在免去同这个尊重无共款的人对话呢我有一句话讲我知影我毋知影吼我因为知影大家拢讲台语吼，所以我去找一句话一个台语的这个那叫啥谚语哟。伊讲袂晓压水吼，嫌溪矮这是感觉讲爱去学人别人的尊重吼，毋好去当做人项拢知影吼我嘛定定咧讲吼，我对我同事来讲，我较无爱当做我咧甲因教要创啥物代志，我嘛较无爱讲我去别个所在教别人要创啥物代志吼，包括今仔日是来分享吼，因为我感觉袂当干那教吼，无爱学，两个拢爱做伙做伙有吼，所以这是我定定咧问我家己的问题啦吼。煞了吼，咱定定咧讲文化吼是一个软实力吼，敢一定是软的吼？我毋知影，我一般来看，大家拢讲文化是软的我讲是安怎是软，是因为咱会当讲互伊无清无楚的原因，所以是软的嘛。是讲会当表现较高尚吼、优美，所以是软的。是讲咱的会当甲这个目的吼，甲伊藏起来，所以是较软。真侪人讲文化归文化，无归政治，是即个原因是软吗？其实咱真正要爱文化是软的嘛吼。我当然我会感觉是讲，咱是其实咱拢希望文化会当有一个即个实力是会当较硬啦吼。是咱要硬吼，其实咱要用咱咧讲文化，尤其是阮即种咧做文化活动的人，咱希望即个文化吼会当产生的物件，会当替咱换来物件，其实是爱较硬的物件吼。迄个硬是包括讲，咱要爱用即个物件去换着即个资源的分配吼，要去换即个即个话语权的是委议权吼，是即个专设权，是咱要换一个代表性，咱要有影响力，咱其实嘛是咧追求即个生存的即个空间啦吼。所以我即几年来吼，因为我捌去上过一寡课吼，感觉一寡观念介好，所以我伫2011年开始吼，我拢用即几个字来检验阮咧做的代志，就是讲。今仔日我咧做代志，若无符合即个几个字吼，我基本上感觉我无咧做对的代志，所以不管什么 project， 我拢爱家己去想看讲，阮到底有bold， 有勇敢去创创新吼，有勇敢去做即个改变即个现状叫 disruptive 吼，即个 disruptive 的物件是讲伊。即马大家若一定咧习惯一项物件的时阵，有可能伊的思考、伊的想法，拢会较偏向伊家己知影的物件。所以咱要摕出来的物件，爱互因感觉，这个小可乱去吼，同因原来的习惯无啥共款。所以免伫你即个活动内底，互伊改变即个现状，这是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吼。煞来佫有一个。即个意义的即个探索吼，就是讲，咱希望讲，咱会当较深的吼，莫拢行伫即个表面的顶悬吼，就是讲
当下你去一个活动，食的吼，也是迄个听的吼，拢是一个一阵仔的感受尔吼。你今仔来食好的物件，别人去别个所在嘛会当食着好的物件，伊无一定一直会记得即种心情。所以要安怎互人感觉讲，伊来参加即个活动，又得到一寡物件，即个物件是互伊感觉伊从伊内心的即个对话是较有意义的物件。第四个字就是咱绝对爱是一个好代志吼，爱是一个良善的代志，毋好是歹代志吼。所以真细的即个是真重要的一个一个检验的方式。第5个字吼是要怎去建立即个连结吼。即个 relevance 是我感觉是真大的一个改变。咱今仔伫遮办台湾文化节，伫美国办，伫加拿大办，伫澳洲办，要安怎互当地人感觉这跟伊有关系？这是真重要的一个mission。你当讲足侪台湾，可是伊若无感觉跟伊有关系，你即个活动其实伫伊的身躯顶，无一定有遐侪影响力。我先用一寡相片互大家看啦吼，因为累积真侪年的些时间，互大家小可有法度去 visualize 到底发生过啥物代志吼。这张相片是2010年的时阵吼，咱温哥华咧办这个 Winter Olympics， 当时的这个台湾迄个等于是文建会啦吼，即摆是文化部，咱加拿大的文化部长见面。现在要用这张呢，因为一般来讲，伫 Olympics 吼，咱真少会当看到台湾用台湾的名出现啦吼。迄年吼，咱敢若伫比赛顶悬吼，是用这个 Chinese Taipei 吼。除了这以外，咱的记者会啦等等啦吼，真侪所在包括咱伫艺术节的这个活动内底，拢是用台湾这个名。来做咱的代表，因为迄年台湾真侪团体，包括拄美玲阿姨讲这个汇报的物件，其实我袂当 take credit 迄个汇报，迄个汇报是美术馆吼去找到这个咱台湾的艺术家，因本来就有做的代志，我有参与的物件是较有，包括讲有4个团队对台湾来表演，包括咱同这个冬奥的。这个艺术节会合作一个新的活动，所以伫这个相片内底看到讲原来迄年吼，包括你看这个林怀民老师吼，伊嘛有去表演这个伫这个记者会内底是迄个 Olympics 的媒体来甲伊访问伊伫这个记者会是用台湾的名去开的方法，有可能大家问讲较有可能 Olympics 会当接受这个物件这个是咱同迄个迄个 Olympics Committee 一个默契吼，感觉讲会当找一个方式，用第三者的方式来开这个记者会，所以Olympics 同这个台湾的团体拢是来宾吼，来宾的拢爱尊重主办者，这个记者会主办者的立场咱就用这种方式小可互大家无法度去掠着讲一定爱用 Chinese Taipei， 所以咱用台湾的名去做这个记者会，连 Olympics 的媒体嘛来现场就对。所以这是一寡背后吼，咱咧感觉这个影响力。现在咱有这个影响力，因为咱迄年吼伫这个 Olympics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真大，尤其伫文化上，咱的台湾的这个 Winter Olympics 其实参与的人数真少，可是伫 Olympics 吼，咱拢总迄个咱伫温哥华这个媒体 Georgia Street 有做一个这个 assessment 吼，伊讲 Top 10 event 吼 ，Top 10 most popular event 有3个吼是跟台湾有关系，所以迄年咱伫文化上伫 Olympics 是占真大的比例伫的，是安怎有迄个比例吼？其实跟台湾文化节伫正前这几年的这个规模吼是有关系的吼。刷落去吼，要互大家知影就是讲
伫 Olympics 顶悬伊也有甲迄个 Asian culture 代表的即个文化伫诶。对因来讲吼，伊要爱找一个团体是有法度提供真大即个属于 Asian 诶即个文化诶代表吼。咱迄年就用即种方式去参与，所以嘛是迄年吼，我开始较感觉讲，咱伫加拿大诶即个代表性吼，毋好干那徛在台湾诶身躯顶，会当徛在 Asian culture 诶即个代表性，用咱诶争取即个卫语权吼，即个转世诶即个诠释权吼。即张相片是拄旧年吼，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咱无逐个节目拢会当做 in person。伫 Vancouver 温哥华即个美国的总领事吼，特别要求咱家己讲特别咱家己即个做说明咱台湾文化一寡内容吼。即个是咧讲的是讲咱同韩国的即个对话，较可惜啦吼。本来阮准备真侪物件要同韩国对话。可是因为迄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无法度做到遐大。可是伫 online 顶悬有真侪，咱同韩国的对话是大家即马阁会当去看吼。即马要甲大家讲是讲，连美国即马嘛咧找讲，咱会当透过台湾文化节来帮助吼美国伫温哥华伫加拿大的声音吼即部分我感觉嘛是真趣味的一个发展对啊，对。因遮外国政府要伫加拿大有影响力，开始去想讲，要哪去透过别人的活动来帮助因的 agenda 吼。这方面伫日本的迄年2017年的时阵，阮做完以后吼，日本政府就邀请我同3个即个代表Asian Canadian 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伊希望讲台湾文化节是一个友善的活动，会当互日本的文化、日本的声音有另外一个管道，互别人听到。因为因感觉讲伫华语的媒体，日本的声音常常去互即个互欺负啦吼，所以伊突然间发觉讲，即个台湾文化节当。有一个另外一个声音，搁咱迄年讲着是讲咱同日本的即个文化的关系所以连当时日本的总领事伊嘛感觉讲伊学着真侪新的物件，所以伊对咱的感受就是讲，我需要互你搁较侪，互你知影搁较侪日本，安尼有一天你会当好好嘛替日本讲日本的声音就对啊。看我做伙去的吼，有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 Sri Lanka， 一个是日本的第2代。拄啊吼，我应该是算台湾的第1代啦，因为我是台湾出生的啦吼。连韩国政府吼嘛，感觉讲恁的活动真趣味吼，所以嘛透过另外一个组织来甲咱讲。希望邀请咱去韩国去经团体吼来参加台湾文化节，因为知影讲台湾文化节有咧同无共款的文化对话，咱伫本来是伫2020吼2020年的时阵要做即个韩国的对话，同疫情的关系，咱留到去年较做。可是伊嘛是希望咱去韩国去带一个团体来，因来出即个团体的费用。来参加台湾文化节，这对我来讲吼嘛是一个真大的 impact， 就是讲，这别人的政府因安那去看因的外交，因安那感觉讲会当透过台湾文化节来帮助因做因的外交，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实力的部分吼，我讲这是拢渐渐发现讲，原来咱的文化节吼有这种别人可能无想过的一个 impact。讲着台湾本身啦吼，这个恁看到这相片内底伫我边这个Norman Armour 吼，伊是咱温哥华遮一个表演艺术节 Performing Arts 的一个叫做 Push Festival 的创办人。我等下
有3个简单的 video 是伊讲的话，我想要大家分享啦吼。这个是阮康业合作带台湾的一个最有名的舞团，叫做无垢舞团吼。阮伫这个无垢舞团康这个林丽珍总监老师吼做伙安排因伫加拿大做3个城市的迄个演出包括伫 Ottawa 吼，伫迄个伫 Ottawa 伫Montreal 康伫Vancouver。这个因的演出完以后吼，这个 Norman Armour 的退休啊吼，就离开 Push Festival， 因为伊感觉伊的这个鼓已经达到啊吼，所以伊就开始去替迄个澳洲的政府吼，咧做这个顾问吼，文化上的顾问。我想这要互大家看一张相片，就是等下迄个 Norman Armour 伊讲的一寡话吼，其实是会当互咱去学习，因为是一个成功的文化艺术节，这个因安那认定是成功，是伊的观念、伊的想法，咱会当对伊身躯顶去学习。伊定定看我拢去食早顿吼，阮会当一讲就讲2-3点钟的话，伊嘛伫咱身躯顶了解真侪物件，我嘛伫伊的身躯顶学习到真侪代志，但是希望会当甲大家分享一部分伊讲的代志。阮定定咧做一寡较无共款的活动吼，阮叫这叫做较实验性的这个节目吼。这场恁若看到咱即个大提琴的迄个是咱台湾的原住民叫 Swana 吼。伊迄年咱透过你知影迄个真侪加拿大人吼，伊嘛是细汉大汉较知影伊是原住民，也是讲伊细汉伊无愿意承认伊是原住民。这种故事，跟台湾真侪原住民拢共款。OK，这场吼是因透过音乐吼来找到因家己的，来讲因的故事，来因的文化的认同的故事。这场的节目其实是咱即马在场有可能几个人有听到这场的表演。因这场是无经过 rehearsal 吼，无彩排，直接开始表演，透过因的音乐去互相去对话嘛因为这场的关系咱即马咱今年7月要安排这个苏安吼，要来台湾无共款的音乐节来演出伊做一个新的团这个团专门要来跟加拿大的原住民吼来对话，透过音乐来对话这种较无共款的做法嘛是一个我拄仔咧讲迄个 bold 吼，也是讲 disruptive 吼，大家拢感觉讲我一定爱真有名，较要来演出。这个团体是完全毋捌表演过，可是咱这个艺术节吼，咱这个音乐节同款要邀请因为别个原因，因迄原因是因要爱熟悉别个所在的原住民，安那去看待因家己的文化认同，所以咱是用这种方式互因来表演，所以迄算较 disruptive 的一种想法的吼。这种相片我是最介意，我是最介意看到讲咱台湾同无共款人的这个交流定嘛是因为这种相片会当替咱讲真侪故事啦吼。咱台湾这个去年是2018年吼，咱同菲律宾对话因为菲律宾同台湾有这个原住民吼的关系，所以咱用迄年带台湾的这个屏东那个金爱国小的原住民的小朋友来参加咱的活动。这当年迄年嘛是咱同菲律宾对话啦吼这个伫舞台中这个男性吼，伊叫做 Mario 吼 ，Mario 是台湾的一个，伊开始去台湾的时阵，伊是一个义工啦吼，伊是去做工的啦吼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伊真侪伊的理想、伊的梦想拢袂当发生，结果伊伫台湾竟然会当互伊开始对伊的梦想会当开始去做，伊对这个 fashion design 真有趣味伊尾仔嘛是对台湾对义工的身份转成一个艺术家吼，所以伊是第一个有第一个伫
移工变做艺术家吼的身份伫台湾。伊迄年因为咱甲伊邀请来，即个咱当地菲律宾的社团是做处理即个对话啦吼。嘛是因为咱的菲律宾社团做处理吼，即个菲律宾的电视台感觉讲，嘿，即个代志真无共款，所以因就邀请吼，因替咱伊就派一个即摆你看着郑秀萍即个明星吼，是听讲是菲律宾一个影星明星啦吼，来做 Mario 的 model 来替穿伊的作品来做 catwalk， 所以我完全唔知影讲即个代志当去影响到菲律宾的媒体会当影响到因派一个人来参加即个活动。嘛到今仔日吼，咱的菲律宾社团伫温哥华，跟咱的即个关系佫真好。我想要甲即个物件提出来讲呢，因为台湾今仔日伫咱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咱生活上来对菲律宾的来的人愈来愈侪吼，这嘛一定渐渐变做台湾的文化一部分。嘛真侪人吼，像阮太太嘛是伫菲律宾出生哦，可是伊是台湾人伫菲律宾出生啦吼所以咱有真侪关系，所以咱普通时啊拢真少去讲。可是你若甲伊即个故事摕出来讲的时阵，拢有真侪即个relevance， 即个连结吼即个故事就变做是一个真好去甲大家关系又较活来吼。即场吼是2019年时阵，咱跟越南咧对话的时阵吼，郑秀萍即个是越南一个电视的名厨吼，伊是第一遍来加拿大啦吼，因为较少年，邓秀萍即个呢是温哥华遐一真出名的一个日本料理的师傅叫做Tojo，Tojo伊是迄个 California Roll 吼会发明的人，吼佮是住伫温哥华，伊本身嘛真侪故事，是安那一个越南的，跟日本的，伫咱台湾文化节咧做一个节目，这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啦吼。咱甲台湾文化吼变做是一个平台，一个 platform， 互世界会当伫咱的活动对话，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咱台湾无去，咱是用变做咱是一个 host， 咱会当跟世界无共款的人对袂？当然，这场是因两个啦吼，咱别场嘛有台湾的一个来对台湾来的一个一个女厨师吼，伊是做越南餐厅吼，伫台中开一间越南餐厅，咱用伊的故事迄年咱嘛用真侪无共款的角度来跟越南社区对话，所以嘛引起这个越南社区吼，到今仔日阮别个活动，越南社区拢会来参加台湾文化节吼。伫迄年吼，佫有较趣味的一个就是这个，恁看到这个右手边第二个吼，这个叫神基达歪理。神基达歪理是一个迄个编剧吼伊 playwright 伊最近写一个。剧本吼是咧讲越南难民的故事吼，迄是越南难民是伊隔壁的故事，伊本人毋是越南人，伊本人是即个印度裔的吼，伊是希望会当甲加拿大越南难民的故事，互大家更较了解。结果伊听咱咧跟越南对话呢，伊就真有趣味来参加咱的活动，伊即摆咧跟我讲，咱要安来甲伊的即个剧本吼。变做出电影，所以最近我咧找办法吼，要跟台湾这边这个政府讲，看有可能来做一出台湾跟加拿大合作的电影，可是这个题目吼是跟越南难民的故事有关系。大家唔好感觉讲越南难民跟台湾有啥物关系，咱台湾背后吼，真紧是这个。越南难民的一个这个 transfer station， 对，所以其实伫咱台湾是跟越南个咱即马台湾真大的一个社区吼，嘛是越南人的社区，
啊有真侪第二代吼，像讲咱伫加拿大有人第二代，伫美国有人第二代，即马真侪国人诶即个第二代吼，台湾有台湾背景诶第二代，一定拢伫大学啊，所以伊嘛是咱真重要诶一部分诶即个台湾人了对。这张相片吼，是咱同文化节同温哥华市中心的这个游民组织合作。现在会去同游民组织合作呢？因为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这个市中心诶人真侪，有真侪人住伫遐，有真侪人住伫遐，因为无厝，所以住伫遐。嘿，所以咱去人诶所在，是暂时诶，咱敢若去人几工仔尔。可是因拢规年拢伫遐，咱莫互感觉讲咱是共摕掉人诶生活诶方式，改变人诶生活方式，咱是去参与人诶生活一部分。所以咱共迄边诶游民诶即个组织来讲，咱要来当做伙互因感觉因嘛是一部分。这游民组织就是因一般拢会去收遮个粪扫，要去 recycle， 要摕遮个物件去换钱嘛吼。所以因有一个组织叫做迄个Binners 的 organization，这个 Binners 呢，因就变做咱来现场替咱做粪扫分类的工作，互伊会当参与咱的活动，所以伊嘛用这种方式去看到讲，台湾文化节来这个市中心，我最欢喜的，因为我有工课通做，我有钱通趁。所以咱嘛是去影响无共款的人。对别人来讲，伊讲台湾文化节无有一个真好的观念，就是讲，阮即个办活动，我毋是要甲别人赶走，咱是互别人会当做伊原来做的代志，咱是其中的一部分安尼尔。这张相片就是等于拄咧讲2010年迄个Winter Olympics 咱伫市中心这一条路就是咱即摆咧办台湾文化节的一个部分。当年咱共迄个 Winter Olympics 咧想讲，要哪互迄个 Asian culture 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伫即个 Winter Olympics 顶悬。当时迄个艺术节艺术节的即个 artistic director， 伊有一遍看我去台湾伊看到台湾的迄个灯会迄个元宵节的灯会，伊感觉讲，这袂歹哦，咱会当用这种方式来变做咱的一个节目，所以转来的时阵，我就甲伊 propose， 咱来做一个 Lantern Forest。你若看迄个 Lantern Forest 迄后壁遐个灯迄一半是咱台湾的囡仔画，一半是加拿大的囡仔画。这个展览伫迄个市中心摆35天啦不遮长的时间，嘛是阮第一遍去做室外的这个装置艺术因为这场这个活动叫做 Lunar Fest 所以咱来一刷，因为这个 Winter Olympics 同过年的时间真接近，就是拄仔美玲阿姨咧讲的，这个 Winter Olympics 是这个 Lunar Fest， 咱来甲这个慢慢甲 Lunar New Year 的观念讲互大家听，因为大家都一般拢也是咧讲是 Chinese New Year。可是我知影真侪人拢有咧讲即个代志，可是咱用一个活动，用咱的规模去希望大家做即种改变。其中一个真大的改变是温哥华Tourism Vancouver， 因为伊要跟咱合作的关系，所以我甲伊讲，你若要跟我合作，你一定爱叫做 Lunar New Year， 因为跟阮合作内底有韩国的，有越南的，因拢是叫做，因拢无法度接受这是一个 Chinese New Year， 包括阮本身是台湾的，所以会当互大家感觉是较文化上会当较 inclusive 的，你就爱叫做 Lunar New Year， 所以用甲因讲道理啦毋是讲甲因讲你毋对就是讲你若要爱互别人拢感觉讲即个是伊的活动，你的名就爱改即个方面Olympics 接受嘛慢慢别个组织嘛拢开始接受，所以咱是用即个规模。用这个理由去说服别人来做这个改变。今仔伫 Vancouver、伫 Toronto， 会当看到是真侪组织拢开始咧讲
Lunar New Year。可是若是伫 Chinatown 的活动，咱袂当去讲你袂当叫做Chinese New Year 是咱家己办的活动，别个所在希望大家拢用这种方式来讲。真侪媒体咧访问我的时阵，伊拢写来有可能写讲 Chinese New Year， 讲你若要用 Chinese New Year， 我袂当同你讲，因为我会得罪着我的 partner。安尼你会当用，你若会当用 Lunar New Year， 安尼我就较希望会当同你讲。所以咱除了讲讲即个过年的即个传统以外呢，我感觉更较重要的是讲，咱开始去设计一寡可能伫台湾嘛看袂到的物件。即个设计是讲用台湾的元素去设计一寡会当互当地人感觉讲配合因的场所配合因的即个习惯来做一寡节目，像即个你即马看到即个是一个天顶的水道即个作品呢，其实是咱替温哥华一个 shopping mall 因上要爱有过年的时阵有一寡物件会当互人感觉讲因有咧过年因可能传统拢是挂迄个红红的迄个灯笼嘛吼，无就是请人来迄个人狮啦吼，这是因较传统会晓做的物件，无就放红包啦吼。这物件咱毋是讲毋对，莫做，就是甲伊讲，恁有感觉想要做较无共款的，所以咱知影因爱啥物物件，咱就用阮的团队就去设计一寡用较新的物件，包括讲这天顶这个物件有可能是无环保，所以咱用这种方式就较环保的一个做法。这个作品做完以后，咱嘛甲伊伫 Vancouver 佮甲伊刷去伫 Ontario。你若住伫迄个 Toronto 附近的人就知影，迄个伫 Mississauga 迄个 Living Arts Centre 吼，咱毋是干放伫遐做一个 decoration 吼，咱甲伊放伫一个戏院的内底吼，互大家。入来去用咱透过这个灯光和 lighting 的这个 effect， 互伊更较特别，所以真侪人排队入来参观这做这个作品吼，互因感受到迄个过年的物件。咱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甲别人吸引来，嘛先煞甲因讲台湾的文化，你要哪伫这内底去了解安尼。你看，咱一直咧创造新的这个新的方式咧庆祝这个旧历年吼，伫温哥华，咱2019年的时阵，迄个温哥华旅游局伊感觉讲，因想要爱甲温哥华变做伫北美洲人要过旧历年，感觉讲会当来温哥华的一个理由，就是讲我要哪通别个所在无共款，你若大家去看吼，不管你伫 New York San Francisco 啦，还是 Toronto 啦，若讲到过年吼。有真侪物件，你看起来拢真成啦吼。你若今仔无好法去熟悉，你拢无法度去了解讲到底有啥物差别。有当时迄相片吼，3年前、10年前的拢到即摆拢共款，无啥物改变。所以咱甲迄个旅游局讲的方式就是讲，咱来做一种敢若温哥华看会到，会当讲到温哥华的故事的一个装置安尼。你看我无过元宵节啦，这拢是伫迄个旧历年的时阵展出来吼。这个作品内底吼有咱代表温哥华迄个所在3个原住民的民族的因的，这是原来因的所在吼。就用因这个所在的艺术家。中吼2支是咱台湾的迄个原住民的艺术家，所以咱用真4个艺术家的作品呢来做几个过年。大家若知影吼，这个旧历年这个传统根本跟原住民无关系嘛。可是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咱大别人的所在吼，这是因原来因的土地，咱要过咱的年，较无甲因带入来参与吼，所以咱用邀请因入来参与这个方式，这个原住民嘛，最欢喜会当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用用这个方式伫当时造成咱这个媒体尤其是伫英文媒体对这个物件的讲法，伊讲因为阮已经报道遐侪年的这个旧历年的过年的方式若毋是讲 parade， 就讲共款的代志。今年有一个新的故事，互因去看到。
这个故事对因来讲是真正有法度去感动因真侪代志的真侪感情的一寡跟因的文化有关系的过年的方式。你来看这个吊电火这种方式，其实嘛无一定是讲咱台湾人袂当接受，还是讲普隆西亚伫韩国也好啊，伫外南因袂当接受，因嘛是知影这是咧过年，只是讲因唔知影是安那是一几个电火咧这个灯底下咧讲咱的过年的故事，所以透过这种方式，互别人去熟悉咱咧创啥。咱毋是干一天过年，咱这个展览拢差3礼拜的时间，足久的。这个所在你感觉是啥？这个所在是伫温哥华的国际会议中心，迄要去租吼，迄要去租拢足贵的费用，可是因是免费提供互咱来做这个展览吼。所以你会讲看着讲，你若找到一个好的理由，跟因有关系，互因感觉讲这是因会当支持的活动，其实真侪资源吼，就是拢会当一直来。这只狮啊，毋是台湾狮啦吼，可是咱伫温哥华嘛真侪广东人吼，这只是广东狮，所以会当互感觉讲，咱嘛无咧排挤别个的文化了对，会当欢迎别个文化，拢会当参与了对。这是2020年的这个相片吼，真侪人家己去翕相啦，我拢袂家己去翕，别人来翕，因翕到真侪真趣味的相片，拢摕来做这个分享吼。这是2021年咱伫温哥华美术馆头前，郑秋平这是一个真有名的加拿大的原住民的艺术家家族，杜秋平是咱台湾的家族，所以你看，咱这个虽然讲这个名要叫做台湾文化节，可是台湾会当一直参与到这个活动，因为主办者就是来自台湾，嘛是这个台湾文化节的背景，所以咱一直保留台湾的参与权，所以这个活动对当地来讲是因家己的活动，唔是台湾的活动尔。大家若捌去过 Vancouver 就知影讲 Vancouver 一个 Granville Island，Granville Island 今年第一遍嘛是变做阮即个灯笼有去的所在吼。因是提前出来哦，因讲即个物件袂歹，通过去阮咧挂即个电火吼，会感觉是无啥共款。我免会当参与，我甲伊讲，恁爱有家己一组的即个灯笼吼。因为今年家己提前出来吼，投资一组的灯笼，咱的未来。会当做几若年吼，拢因会当继续参与即个活动。咱即摆希望是讲会当愈来愈侪所在会当有即个灯笼。我是希望会当差不多要到100支即个灯笼伫温哥华，所以阮号一个名叫做 Lantern City。所以即种Lantern Festival 的方式，跟台湾无啥共款，因为伊毋是台湾嘛吼，是较适合温哥华即种气氛吼，跟伊的生活习惯，大家希望去安尼有一个空间，互大家去欣赏代志。所以你若进内底你看第一支即只 Leopard 的作品吼，是台湾一个原住民叫做杜寒松吼，伊的作品。你若去看右边第二支即支吼，即支是太阳马戏团吼，因的作品所以大家拢找一个方式来参加。后壁迄个有风筝，迄个是菲律宾的一个加拿大人的艺术家，所以这对加拿大来讲拢是重要，因拢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今年伫温哥华美术馆头前，咱嘛是有另外一座伫遐吼。你头前迄2支红色的是咱台湾最有名的洪通老师吼前辈的作品吼。伊是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一个本土艺术家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代表。后边呢是咱第一遍吼有印度裔就是 South Asian 艺术家的参与。你看这个色彩吼，你若来看起来，其实嘛这热烈吼，无失去咱过年的这个氛围吼。可是互因会当参加，所以你看今年就真侪遮因透过因的关系，互真侪 South Asian 拢知影咱咧过年。伊嘛真欢喜，甲别人讲，嘿，我参加人咧过年吼，这过年毋是我的传统，这是有遮的这个遮的人的参与，实在是真无共款。所以咱甲这个过年吼，旧历年的过年变做是一个温哥华的传统，用温哥华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
啊，阮伫 Toronto 有做类似的代志吼，啊嘛，即个原因吼，即个 Toronto 迄个 Aga Khan Museum 看着阮的作品啊，因为感觉讲真趣味，啊，就邀请阮去了解讲，免来当同即个即个 Muslim 吼，即个穆斯林还是讲伊斯兰诶文化，安那去做结合，所以希望以后会更较侪无共款的社区会徛出来讲，咱来做伙做即个旧历年的庆祝。我甲大家保证的是讲，每一个作品吼，每一组拢有台湾，所以可是这个名毋是叫台湾文化节，可是伊每一组拢有台湾。我感觉即种咱咧讲的台湾，要爱有国际上的即个参与吼，用即种方式，咱就得到咱的参与权，会当保证讲台湾会当参与，是因为即个活动是咱家己咧办的。我拄啊，今年吼今年的即个台湾文化节，像要登去即个 in person 的活动吼。今年阮是同印尼、同马来西亚要对话吼。你若大家看了即个故事，恁可能即个名，恁可能感觉真趣味吼。即个名叫做 The Stories of Independence 吼。因为印尼、同马来西亚、同加拿大拢是独立出来的国家嘛吼。因的故事到底是啥吼？同咱台湾的关系是啥？咱还有一个即个一个空间，互大家去思考即个代志吼。你若我今仔来讲，咱要用台湾 Independence Day， 我随机吼真侪人提出来骂吼，也是讲提出来有争议。可是咱要讲的故事是讲印尼同马来西亚，互大家去想讲同台湾的关系是啥物物件。所以今年要讲的是 The Story of Independence。我嘛咧讲即个 Independence 即个名，即个 concept。到底独立是啥物物件？你国家独立，你人民的思想有独立无？若无独立，迄国家独立嘛无啥物意义啊。咱台湾虽然讲有人讲无独立，可是咱的人民的思想会当独立，迄嘛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咱来好好讨论，到底独立是啥物意义啊？吼，用一个文化节的方式来甲大家讲。你若今年有法度去 Vancouver 吼9月份的9月初。是讲是 Toronto 迄方面8月底，欢迎大家来参加即个咱今年的台湾文化节。互大家小可知影阮即个团队啦吼，你拄迄个美玲姐就讲，遐拢足少年的，无啦，毋是大家拢20几岁，因一开始拢20几岁，即马有的人已经因30，有人去因40啊，可是一直拢有新的人入来啦吼，阮拢总有差不多14个人吼，10个 full time 的，4个 part time。加拿大有8个吼，台湾有6个，这是阮即个团队。正手边即张吼是即做倒手边遮内底有足侪拢伫加拿大出生的啦吼，因拢根本当做家己是加拿大人吼，咧找伊的台湾的即个认同啦吼。正手边即张是阮去Emily Carr 的厝吼，伫 Victoria 因为阮要做一个 project 同这有关系，所以阮定来讲啦吼，虽然因工作真辛苦，可是我嘛迄个哪做吼哪算就对啊吼，嘛真过得真欢喜就对。这种对因来讲真趣味的一个体验就对。因一般来讲，因若今仔是若要爱去做这种旅行，因就爱家己去开钱，可是咱工作上有这个需要会当互因满足因的这个 curiosity 吼对。台湾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认识。过来，我要甲大家小可讲一寡较概念的代志吼。我若时间上小可爱甲我讲一下，因为我讲台语较慢一点，所以麻烦迄个主持人较。你即摆已经1点钟啦吼。嘛紧无问题，还有时间做伊讲。时间真济嘿。OK。所以咱现在要伫海外办台湾文化节啦吼，即个起源通演变通即个成就啦，那有讲是成就啦吼。我家己的看法是讲，咱对台湾吼，慢慢发展讲，咱要去讲迄个亚洲吼，要过来要去讲人类的代志。你会当接受的人愈来愈侪，因为一开始我参加台湾文化节时，我嘛是干那要讲大家讲台湾是啥吼。慢慢去想讲，这拢看的人拢是台湾人较侪免去影响互较侪人来看。所以咱对即个人吼，就是讲对我变成咱甲即个社区，同即个国家，同即个世界吼，咱愈行愈宽吼，互即个
即个影响力会当变较大。啊，咱台湾定爱讲台湾之光即个代志吼，我感觉更较好诶，应该是讲咱规个文化吼，伫即个之光后壁诶文化到底是啥？啊，即伫台湾文化伫亚洲文化诶扮演诶角色是啥？吼咱亚洲文化伫人康自然即个世界诶关系是啥？啊，若要讲台湾文化吼，我拢讲你爱包括原住民，包括各种诶即面诶文化，包括世界流行诶文化，伊去加起来，可以当叫做即面较移民啦吼，可以当叫做台湾文化。啊，其实加拿大文化嘛是类似即种方法。啊，我对文化诶即个感觉是讲，伊若是加法吼，就是加法，伊就是拢是较幸福诶。啊，若开始有人要甲你文化摕掉诶时阵吼，就减法吼，啊，迄拢是灾难诶开始吼。啊，是安那要甲文化要爱输出，互人知影。定然讲要传承互后一代吼，也是讲要互看到，也是讲咱家己感觉上好啊，一定要有别人知影吼。咱到底是啥物理由要甲咱的文化互别人知影吼？啊，若是要传承互后一代吼，啊，若是好的物件，是安那后一代有当时会感觉讲，我会感觉真无爽快吼，就是讲迄个方法是毋是互因感觉无爽快？啊，要安怎互因感觉因会当认同？啊，这方面有可能是咱伫海外咧做这文化的工作上，爱去讨论的物件，因为咱的后一代是毋是遐认同咱的文化，这是一个真大的这个问题啦吼。啊，要互这个要互看到，讲台湾要互看到哦，爱被看到，啊是安怎互看到？是因家己感觉上好，啊世界所有的文化拢感觉家己介好啊，有人感觉伊无好吗？啊，大家拢要爱看，啊是大家拢要互看到，啊有人有遐侪时间去大家拢看吗？吼，即种观念就是讲，我嘛是咧问家己讲，到底是要互看啥吼？还是讲咱要互看到，是因为咱要争取即个国际认同吼，还是地位？啊，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文化无啊，大家拢共款啊，所以我感觉较好的方法是爱找合作的吼，爱去和别人的利益，即个结合吼，啊去交朋友，因为敢若即个情感的物件，会当甲你相听啦吼，啊要共解决问题吼，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吼是最重要的人，爱互支持，所以伫观念上，阮有一寡改变啦吼。啊，我定来问讲，是安那别人爱介意咱的台湾文化吼？啊，你有去介意别人的文化无？哦，所以总结起来，我咧做一开始吼，对我拄啊迄个20几年前开始，我拢感觉讲，咱要甲上好的、上流行的，互人知影，迄种流行的物件，我 show you，OK， Taiwanese culture is， 啊，慢慢啊去讲一寡咱的即个普世的价值吼，讲咱用讲的，讲台湾是自由的，台湾是民主的，咱讲这物件，但是尾仔感觉讲，真正会当改变文化节吼，真正改变文化节，互人受到重视，迄资源会当来的原因是咱去慢慢啊去建立吼，同当地人的即个人民的情感吼，是要互因感觉讲，通有关系，伊看到伊家己吼，大家拢要看到家己，毋是要看到咱。拢要看因家己，伊看到因家己，同咱有啥物关系？咱爱去学习，咱爱去甲因对身躯顶去较知影讲因到底因的文化代表性是啥？啊，更较重要是即个国家的利益是啥？吼，加拿大的国家的利益是啥？美国国家的利益是啥？因为敢若你爱符合伊个国家的利益，伊较会当互你资源，吼，啊，伊较会当去支持你。啊，你若要甲伊讲台湾的国家利益，吼，伊会讲迄恁台湾的代志，吼，迄跟伊无关系。所以，咱要爱去想办法咧做即个文化的工作的时阵，就爱去了解讲到底当地的人的情感是啥物所在，因关心的是啥，吼啊，即个国家的利益是啥。所以真侪人咧看台湾文化就讲，我愈看愈无啦。迄我熟悉一寡台湾的文化物件，我拢看袂着。我讲台湾文化节是要互台湾人看，还是台湾文化节是要爱互台湾人同世界对话？啊，若是第二个即个目标的时阵，咱爱去了解讲啥人爱同咱即个对话，吼啊，即个利益是啥物，要安怎去建立？所以你若讲要比流行的物件，你就要有真侪资源，莫比运气啦吼。
要讲即个普世价值吼，你讲道义，讲看啥会咱活较久，即要讲人民的即个情感的物件，你就比温度、比态度，要讲国家的利益，你就比关度、较深度吼。OK， 我甲即个前3个 video 跳过啦吼，因为咱时间上有限，若等下大家有兴趣，我较转来互恁看讲，你若有兴趣，我较互恁看的是。即个 Norman Armour 吼，伊互我一寡启发啦吼。伊咧办伊的艺术节，这有办甲足成功的。伊同咱有啥物关系？同台湾文化有啥物关系？同台湾会当互台湾啥物想象吼？你若有兴趣，咱较转来看。无我有准备三段即个伊的 video， 互大家看咧。所以一般来讲，咱即摆拢爱问讲，到底温哥华需要啥？加拿大需要啥？对2010年，迄个奥运需要啥？伊需要有亚洲文化的代表所以咱伫内底旅游局要啥？伊旅游局爱符合伊的工作伊的工作是爱互 hotel 有人住餐厅有人去有人要来旅行所以伊关心的是这，咱要用台湾的物件去帮助伊做这个代志，同款移民社区要来啥？原住民社区要来啥？教育局要来啥？美术馆来啥？加拿大需要啥？所以咱就开始去用这种方式去建立咱每一年活动的重要性，这个方向。这是讲阮嘛甲这个 concept 其实转来台湾咧做你看咱对重新去设立迄个设定这个90年伫温哥华过的方式，我嘛讲台湾的迄个 Christmas 嘛会当无共款因为咱伫2010年的时阵，咱甲加拿大的困难就是讲台湾互伊答案咱要用这个亚洲的代表性咱甲为温哥华创造这个物件台湾的答案是安尼咱即马会当同台湾一起来做伙来想，讲要安怎互温哥华无共款的物件。这个物件是阮做一个延伸我今仔日卖用真侪时间讲台湾的活动。你看阮甲这个花样胡桃钳Nutcracker 可以去儿童新乐园，台北市儿童新乐园用台湾文化的方式去互大家去熟悉这是台湾的芭蕾舞团去跳的物件咱这较趣味啦咱一般圣诞节Christmas 拢有奖品屋咱用这个米香厝用台湾的米香来互感觉讲这是跟台湾有关系的一个奖品屋因为咱跟迄个大稻埕有熟悉所以咱嘛讲用这个城隍老爷去迎接这个圣诞老人用这种故事的方式希望讲有一天有可能大家伫海外的朋友要 Christmas 要去过因的 Christmas 要找一个所在去因若讲要来 Asia 就甲讲你咱去台湾的 Christmas 小可无共款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世界的眼光这是咱讲连接这个公益的活动，这个甲这个这个少年的叫做这个黎明辉伊一般拢是咧用伊的作品咧卖咖啡啦咱甲伊办一个画展所以咱即马这个团队嘛咧帮助温哥华和高雄要建立这个Friendship City 咱嘛咧安排这个单店铺跟迄个 Emily Carr 的一个联展迄是2026年的一个活动咱嘛咧制作一个新的平台因为咱伫亚洲的音乐伫北美洲小可无迄个 representation 较低啦拢是英文法语是欧洲为主，所以咱要互这个咱伫 BC 省的这个音乐音乐人会当有机会伫北美洲来发展这是一个新创的活动。我今仔日我卖用真侪物件来讲，可是这个物件一定得到这个真大支持所以你过几冬你就搁听到讲Charlie Win 的团队搁有一个新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这个 J Music Fest。咱嘛咧做另外一个新的活动是跟温哥华这个博物馆合作比如做这个人类探索这个艺术节咱要开始甲咱家己本来是客人即摆变做主人。OK， 所以这是我今仔日甲大家先分享阮这几年的这个代志另外我进前差不多1礼拜前有甲新北市因有一个少年的文化大使的计划有差不多一年拢有100-200个囡仔拢要去迄个高中生、大学生拢想要去变做台湾的文化大使有叫我去甲演讲因提出一寡足趣味的问题。我感觉咱台湾的少年的其实真正是有会当互大家期待，因真正有足好的想法嘛有真强的这个 passion 所以希望以后有时间会当跟大家分享。多谢您。多谢嘉玲你真精彩的演讲，我相信大家有真侪问题要甲你请教想咱可能会使开放讲，互大家有问题，请大家问题较短，互请你讲较侪，多谢。即马有看到单位外师已经有举手嘿，外师你会使家己开麦克，外师你无开麦克哦。OK， 无一种举手的啦现在不过已经举手了所以就要来担当一下今仔内容足丰富其实有一点我想互我印象上深算做互我的启示啦启发就是这个查理咧讲的这个有一句讲独立是啥物物件啦当然，咱普通咧讲独立，就是政治上的独立。像讲咱台湾按中华民国台湾这个物件变做台湾安尼啦这是较一般讲的政治上的意思另外恰里的意思是讲文化上有独立无啦你若敢若政治上独立，文化上无独立，是嘛无啥意思所以为遮佮看今仔恰里所讨论的遮种种台湾文化甲世界文化联合，用普世价值的基本观念来甲世界文化联合，佮介绍台湾，介绍世界用这个观念做出发我想讲其实咱台湾文化这个独立这个问题啦，因为我自来印象拢想讲，咱台湾到目前为止啦，拢是互中国文化霸掉咧。其实这个下底为今仔日这个介绍我会当看到，其实台湾文化已经迄个形已经有像咱咧布家安尼啦，迄个形已经有佮已经布甲迄家普通是几工28工就布出来我想已经超过3礼拜最后这个台湾文化迄甲中华文化是差足少的物件我是咧讲，这个台湾文化最后剩1礼拜，就是这个囝仔甲这个壳剁互破会出来这个壳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壳啦，这个2壳剩最后一步啦所以这互我真大希望甲启示多谢查理的 presentation 这个是的今仔日早起因为梁公遐有淡薄仔代志，所以伊有较慢来我是的梁公遐我想讲你是
咱即个文化论坛真重要的精神的人物啦吼。所以我想爱请你讲请你讲几句鼓励话。哦，梁公兄，请。你讲安尼，我担袂起吼。毋过吼，我今仔日我感觉讲，我按请你遮学习到真侪啦。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若无伊来讲吼，咱可能无到世界我感觉讲，伊家即个办即个文化，我感觉吼，伊迄个讲足有哲学的气味、哲学性吼。因为我会感觉讲，咱有时咱咧办文化活动吼，含艺术活动拢迄个分袂开啦吼。到底是咧办一个艺术展览，还是咧办一个文化的展览？咱足少去想遮个代志。有时咱咧讲艺术吼，讲到尾是咧讲娱乐啦吼。所以咱台湾的社团咧办有时可能会遮，但是我感觉车里伊即种的理念吼，伊分甲诚清楚。而且伊咧办文化活动，伊的即个理念我嘛诚赞同吼。就是讲咱即个文化有时咧是爱用加法吼，毋通用减法吼。咱的台语文化就是去互中国文化甲咱减法，减到啥咱强要灭正去吼。所以当然这个咱即摆到底是要用加法减法，另外一个较哲学性的讨论啦吼。比如讲咱若讲完全拢咱强要灭绝去的时阵吼，咱搁用加法的时阵，咱家己的即个文化可能会变甲足紧去啦。比如讲咧推广语言的时阵，遐囡仔迄个台湾妈妈，因出去都无讲台语的环境啊，所以若去南着华语的时阵，伊可能遐囡仔就无法度通保持伊的母语，所以是有时是讲变做足少数的文化，伊为着伊的生存权，就是讲像即摆原住民吼，伊为着要保持伊的即个文化的生存权的时阵吼，用围墙围起来来保护家己，我想迄是有伊的正当性啦吼。若是讲华语霸权、英语霸权迄吼，迄个用减法要排除其他的文化要素吼，迄变做讲会变做是即个人类的灾难啦吼。另外我感觉讲，车里伊即点讲用即个甲世界对话吼，即种的方式来办即个台湾文化节，我感觉讲诚好啦吼。毕竟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一种 give and take 吼。有时若圣经咧讲是讲施比受较有福吼，所以讲你若是有互人的时阵吼，双方面拢得到利益，得到的人嘛有利益，互人的人吼嘛得到快乐，安尼啦吼。最后我有一点问题吼，要来请教即个车里啦。我是咧感觉讲，即个可能吼，我安尼参加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较有机会含伫加拿大乡亲吼，来遮咧安尼做伙吼，我会感觉着讲，加拿大文化实在是比即个美国的文化加足尊重啦吼，迄种尊重，而且毋定甲尊重，搁欣赏啦吼，欣赏多元的即个物件。像我住的城市洛杉矶吼，虽然是阮遮族群足济啦，吼，可能介少几百种讲无共款的语言，我看几若百种吼，几若款的嘛有足济无共款的家己的社区吼，总是就是讲咱是咧沙拉 plate 吼，变做讲无共族群的中间吼，迄个沟通的机会有像你对话机会加诚少。是毋是讲即个加拿大的迄个环境吼，互车里有即种的机会吼，会当办即种的台湾文化节安尼，多谢。请你甲回答一下好无？好，来拄仔我先迄个吴医师拄仔讲的即个independence 的即个问题吼。我是要互大家知影讲，阮咧办活动有一种方式，就是讲，阮无放结论，可是我要放真济无共款的即个角度去看物件，所以会邀请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想法，所以
去的人，伊有可能伫即个过程内底，伊听到伊毋捌听过的代志，伊去认识伊毋捌认识的即个角度，啊，伊转去以后，伊就开始去慢慢去家己跟家己去对话，啊，感觉讲，原来我的文化认同有问题，所以即个 independence 是希望讲大家会当更较独立的去思考这个原因，啊，即个物件空拄即个电视是咧讲的即个语言的部分，我嘛感觉是同款的意思，就是讲你了解即个语言需要保存的时阵，你着有迄个 passion 想要去甲伊保存的，你爱先互伊感觉讲即个中华文化，还是讲中国文化，还是讲华语，安那去影响伊的文化认同的时阵，伊若知影后壁的即个过去的一寡历史，还是讲过去的这个故事，伊若知影以后，伊就感觉讲，我爱醒起来，因为我一直活在别人甲我设计好的一种文化内底来过日子，所以伊若知影，伊就有法度有迄个力量。啊，你若毋知影的时阵，你要甲伊讲，叫伊爱去学习英语，伊即个语言，伊有可能迄个动力无啥共款，所以我拢希望讲伫文化节内当用更较侪无共款多元的角度，互大家看物件。你知影真侪人需要真侪人需要看，拢去看电影，伊去看电影，伊看完以后，伊感动的是内底迄个剧情，伊无一定会记的每一句话，可是迄个剧情互伊感动，所以阮咧办这个活动，阮希望讲伫这内底有真侪只互伊感动的物件，是会当查找，会当去了解。我另外一个观念，我今仔无讲着，就是讲一个活动可能真侪人来，可是会当影响到每一个人嘛，迄是无可能的，所以阮一定放弃讲，我要办一个物件，要大家拢爱会当影响着，阮一定放弃迄种物件。所以阮的物件会有好耍的有好食，迄拢会有。可是阮希望讲，伫这内底，一寡有心的人去找到伊要爱的元素。更较重要的是讲，阮希望无来的人要安怎互因影响着，要安怎互因听着。所以你看，拄仔咧讲 the story of independence， 我会当甲你讲，来的人可能无法度去感受到咱要讲什么代志。可是有真侪敏感的人，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媒体。伊讲台湾咧讲 independence， 这是什么代志？因为可能去听到这个主题就去想要了解，有可能来访问我，我就有这个机会去甲因讲。所以咱去用较侪时间咧，同无来的人咧做这个这些交流伊无来的人有当时最重要的因无来的人因的资源比来的人较侪因为因迄拢是头家拢是迄个什么长袂拢伫最重要的位，所以我定定去开会，我拢发现讲，哇，这人拢听过阮的台湾文化节，伊都毋捌来过因为报纸有报过有人甲伊讲过个咱的议题嘛是因咧思考的议题，所以因拢因为这个理由，同咱有这个关系，所以毋好袂记咧讲。有搁较侪无来的人，遐个人嘛最重要，有可能比来的人较重要。像阮活动伫市中心，也无一个问的，什么人拢会当来所以你要讲我是10万人，还是11万人，敢有差迄1万？咱现在要为着迄1万伫遐咧上半步若变9万嘛无要紧，因为搁较重要的是，咱要争取遐无来的人，因对咱的物件的熟悉，因为我感觉讲无来人是上济的，你爱用这个 platform， 用这个人数去影响遐无来的人，讲现在有这个议题，伫遮大的活动咧办，咱较毋知影，无去，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活动是啥物人，去透过这个，会当互真侪人去发言，伊是专家，伊是学者。伊嘛有伊的受众权对无？所以伊是老师，伊甲伊学生讲，对无？伊是一个专家伊就去甲伊的受众讲。所以咱用这种方式，互真侪人本来拢有袂着的人，拢怎用这个原因怎拢会当去争取着更较侪人。所以我甲因讲，你要讲啥拢无要紧我无立场，我要甲这个 story of independence， 会当安怎去讲 independence， 不管你要讲东啊西拢无要紧，只要符合这个题目。我拢欢迎你来讲，可是讲完以后，你嘛爱去听别人咧讲，所以有可能伫这个过程内底，伊嘛改变伊家己的想法。
这种代志一定伫台湾文化这几年来发生这变的。一开始我感觉是安尼，可是可能讲完以后，已经变形去啊。所以我感觉这是文化上的一个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就是讲咱爱一直可能对话，靠我都得到更较侪这个想法，来影响家己的想法。我希望讲有一天台语是真受到这个大家使用的这个语言，我家己尽量可是我知影伊有真大的这个 challenge 伫的，可是毋是无可能，可是这个工作有可能爱咱先去建立讲，是安那咱受到这个华语的影响遐重。那这个巴奇替我出册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叫做富察，你若有机会去看这个人写的册，伊咧编这个中国文化，大家熟悉的中国文化，伊种像讲伊咧讲这个华语的这个方块字，安那去影响咱的思想，伊安那去迄个discriminate 迄个叫歧视。同伊无共款的人，OK，这种物件是我之前拢毋捌听过的物件吼。当你了解以后，你讲这个语言无介好，我要好好去学我家己别个语言，因为你愈熟悉这个文化，你就当愈了解你要伫对去。拄仔迄个第三是咧讲加拿大这个多元的文化，我一直甲人讲，这本册是讲台湾是世界的答案，可是加拿大是我找着我台湾认同的所在，就是透过，因为我15岁离开台湾，我会当了解偌济台湾文化，应该是真少。可是我透过跟别人对话，我去找着家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嘛透过这个方式去熟悉，更较侪台湾我本来唔知影的物件。我常常咧讲台湾有太侪物件，咱拢无去好好去了解，拢想要爱真紧。互人知影台湾文化是啥，你要 for the convenience， 咱找一个 symbol， 这个物件刻出来，别人应该了解。其实更较重要是讲，咱家己对台湾文化是毋是会当有一个较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咱家己的文化。若是会当安尼，包括我拄仔讲迄几字是毋是有够 bold、disruptive，is it good enough，or is it 这个 deep enough？ 若是遮拢有符合的时阵。有可能咱咧接受这个文化，有用一种新的心情去接受伊，毋是一种责任，毋是一种真艰苦的一种任务，这是一个真欢喜，真欢喜，因为我学到新的物件，因为我听到新的角度。谢谢。Jerry， 我想迄个李先生伊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加拿大对迄个 multiple culture 对迄个别个文化，甲美国的迄个 compare， 伊感觉想讲伫洛杉矶可能就较歹做着即种。你的经验，你感觉讲伫加拿大佮美国，想讲你即种理念，敢有可能推展伫美国其他的都市？我感觉讲，大家对美国的文化，感觉讲拢是 melting pot，是讲。美国是较 dominant，加拿大较愿意接受多元的文化，这内底有可能需要更较深度的去讨论啦因为美国嘛真侪人愿意讨论多元文化的代志，是咱无迄个机会去接受到的加拿大毋是多元文化的，大家拢感觉拢是真好，嘛真侪人拢用迄个刻板印象去思考文化。去思考文化，所以伊真正了解这个文化吗？无那有伊袂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对不？伊 Chinese New Year 叫遐久，伊嘛无去了解讲，韩国人嘛是呢，迄个越南人嘛是呢，虽然讲伊要甲台湾人当作是中国人有可能可是咱即摆慢慢甲分开，可是因本身这个多元文化内底嘛有一个问题，就是咱无法度进步，咱敢若有接受你的存在，可是我无一定要同你共存这个代志。所以，阮这个社团常常咧同讲的时阵讲，我要甲加拿大的这个多元文化提升到 2.0， 爱搁较进步，因为咱即摆这个程度其实是无介好，嘛真侪嘛是真侪问题伫，因为包括讲我咧办活动，
个赞助商讲，恁这是华语的活动，所以我要用华语的资源给你支持。我讲我现在袂当做主流的，一定要甲我当做华语的。伊讲若台湾语是搁较少，所以你的资源，像你的即个物件，拢是有白条的。所以咱有某种的这种系统是有小可咧对咱的这个多元文化是无健康的。所以我即摆咧创议这个代志，我咧甲大家讲，咱的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若无进步会有问题伫的。所以大家听到这个物件嘛，讲真趣味啊！你是要讲啥？所以这个文化是讲咱的共同文化是啥？咱的加拿大同台湾加拿大同无共款的文化，咱以后要咱继续行落去，是大家拢要继续讲家己的所在吗？还是咱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你看迄个 Lunar Fest， 咱用迄个灯笼的做法，咱甲当地文化放入来这个文化内底，所以咱一直对以后行去的方式，就是渐渐是用当地在地的文化为主。我嘛定咧讨论讲，咱伫台湾嘛是共款咧讲即个代志啊。咱在地文化，毋是敢若外来的文化是啥？在地文化是毋是一个？咱咧即个讲在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希望讲咱去注重到底是啥物人住伫台湾顶悬。即个人的文化，咱有去注重伊无？即种心情伫加拿大嘛应该是会当讲会过。所以用即种方式会当好好来讨论多元文化，嘛会当好好来讨论即个美国的文化。我伫美国住过吼。我伫美国时，我无迄个感受，讲美国遐多元我刚刚看到墨西哥文化因为我伫 San Francisco 嘛所以墨西哥文化迄个黑人的文化拢会安尼分迄拢是刻板印象。其实其实我参加过美国真侪场即个 conference， 我发现讲要讨论深的人嘛是真侪，咱是要安怎去同伊结合做伙。咱有迄个态度无？咱可能见面的时阵是要讲，我要跟你讲台湾，还是我讲我要跟你讲你的文化？你若要跟伊讲台湾有可能伊无兴趣因为伊了解伤少。你若要讲伊的文化伊就会讲真侪。用透过这个了解会当建立更加侪这个关系，用这个关系开来发展新的物件。我是无遐我感觉美国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力量，会当去改变代志其实嘛有一个空间会当会当互咱伫文化上去做一个改变我是较 optimistic 的一个人，所以有可能想代志较简单一点嘛无一定。安尼咱就要请这个Carol 因为有 question OK， 你讲较对，请你讲较长诶。无啦，我主要是因为阮差不多自从我退休了，差不多拢足关心即个台湾 Fest。请你会使讲差不多家己的囡仔共款足疼的。阮伫温哥华有几个老人啦，老的逐个拢足疼伊。伊每一档拢有甲阮讲。找几届白白跟阮讲伊的理念伊的计划，阮足爱伊会当扩张足大，互台湾的文化全世界拢去。敢若咱咧讲美国还是讲欧洲，会当互每一项会当有一个 program， 互台湾文化做一个平台，互世界无共款的文化来参与互咱台湾。互知影讲，咱是真 generous 的国家，会当大家拢 share 请你毋好袂记你讲，袂记你讲 push 的计划，这个 program， 这 Norman 的想法 ，OK， 谢谢我。在伫加拿大就是温哥华跟多伦多拢有台湾 Fest， 我一个希望就是讲世界。较大的都市拢会当有共款即种的 program，请你毋知
车里会当做足侪，阮大概甲伊讲话拢发一个足侪新的理念、新的物件。啊，但是车里的时间毋知偌济，会当走世界走过来位无？然后搁另外一个方面，阮嘛拢足烦恼伊的身体行变歹去。呀，好啦，我是干那有即个感想啊，然后希望听即个 Norman 的即个 push 的启发，毋好袂记真。啊，著是 Carol，我想迄个即马阁有两个人举手，我想阁另外一位黄浩庭讲了问了后，请你较做伙回答，好无？以前吼，我要甲车里提醒一样代志吼，车里，拄仔我有讲起讲你台湾的迄个公司吼，伊嘛是甲你即个有一个连结嘛吼，啊，所以因为吼，我捌甲车里台湾的办公室是少年人，所以我甲讲20几岁就是安尼，伊个囡仔吼，足无共款吼，啊，拢真认真咧学讲台语，所以我是想讲。较外请你补充一个，介绍一个你的你甲我讲你咧号做三方多果，毋知啥物意思，所以较外你果多哦，哦果多，果多吼，真少起个名啊，所以我想讲较外你人袂记介绍你台湾迄咧帮助做这 face 的人吼，较外再补充一下，拜托，谢谢。即位黄浩庭先生，请你先好，我是想要请问一下，敢有可能伫国外推销台湾文化，是比伫台湾推销台湾文化是较顺利？别人嘅反应敢有伫国外嘅人嘅反应敢有较好？我有即个问题嘅原因，都是因为我有即个经验，是我伫高雄摕即本加拿大嘅册互加拿大人看，加拿大人都讲足趣味。毋过我另外即个机会摕去互即个台湾人看，台湾人都讲哦，即本册无路用，爱回收。所以我伫咧想，敢有可能国外嘅人是较接受台湾文化，多边是台湾人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嘅影响，所以都较无重视台湾文化。多谢。请即个陈雷先生来，你是有问题是？啊，谢谢我讲一个。等你问了后，再请你做一个回答吼。我有一个感想啦吼，即个就是讲，今仔请你即用台湾文化吼，做一个文化节，做一个平台啊来做这个文化工作吼啊。做一个平台，邀请甲世界变做交接起来吼啊！你吼，这个观念甲30年前这个梁公兄咧创办台湾通信这个概念完全共款啦吼，因为这个台湾通信迄阵的概念嘛是搭一个平台，台湾语言的平台，因为迄阵注重的是台湾语言吼。即个做一个平台，啊，邀请大家来即个平台顶，吼，发挥伊对台湾语言的物件。啊，结果咧，甲台湾文化节共款啦。你做一个平台了，啊，你家己即个平台煞愈来愈用力，吼。所以我有即个感想甲比较，啊，我感觉讲，车里即条路吼，应当是真正确啊，真。将来是一足会应当是真正确会发展的这个方法啦，吼，多谢。请你来回答好。好啊，多谢吼。我伫即条路行来吼，我受到真侪人的即个照顾跟支持吼。啊，我拢叫高伯然后高伯跟迄个潘书伟伫伫即个伫背后咧做诶代志，其实我嘛拢真感动，伊嘛是阮的 inspiration 吼。当然阮较少年啦吼，可能一寡观念上，也是讲伫一寡接受上会当比咱的长辈较济一点嘛，所以有一寡新的想法，迄嘛是应该。我嘛有感觉有一天我有可能无法度去做遐代志，我嘛希望。即种较
会晓变通的方式，阮遮个少年会当继续安尼行落去。对即个我会当伫世界走来走去无？我其实阮一定咧走世界啊！阮会使的时阵，阮拢尽量要去了解。2023年吼是咱明年即个台湾文化节要同荷兰吼来对话啦吼。要对话的原因是要用即个Great the era of the exploration 就是即个大航海时代的故事来讲，欧洲同亚洲的即个关系吼，要安怎去启动？用台湾用台湾同荷兰的故事来做即个关系的开始，所以这是互阮一个机会，当世界去熟悉，世界去行吼。我希望会当互阮去的所在搁较济。阮有非洲吼，有非洲的即个朋友，一个温哥华警察，伊是非洲裔的，伊来阮讲，台湾文化节当时要同非洲对话啊，吼。我讲，嘿，阮会当做到非洲去，我嘛最欢喜的吼。一刚要招我去迄个 Mauritius Island 吼，去同伊去看因的文化，吼，伊要甲我介绍因的文化。所以感觉咱台湾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同世界咱有人来自世界嘛有同世界真早有一个接触的机会，所以本来就是台湾爱同世界抗做伙，吼。这种理念其实无介困难，吼，只是有咱上过坚持某种方式咧做一寡代志，所以会当互咱家己做限制掉的。所以我一般是较无法度受到什么限制，所以阮的团队内底一讲今仔想的明仔载拢变，一直咧变。我要找上好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对啦，是你的行动力啦，因为你会当想啥，你的理想啥，你会当变做 action， 这点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尤其是伫外国。讲着是毋是国外吼要做台湾较简单一点嘛？我感觉嘛无一定啦吼，因为真侪台湾人吼想要爱讲台湾的故事阮接触真侪吼，20几年来接触的团体人不止侪，嘛有真侪人甲我讲伊希望阮会当甲即种办台湾文化节的方式吼，摕倒来台湾办吼，用即种方式，互台湾人去看到搁较侪无共款的所在。甲我出这本册因为我这本册毋是我写的，我15岁出国吼，无法度写遐侪物件，所以我用讲的，是因两个即个替我写即个册的人，因拢毋捌来过台湾文化节，可是因嘛对即个物件足趣味的啦吼，因的专长嘛无一定拢是伫即个文化上，可是因对即个议题的兴趣吼嘛是足趣味的，你看。八旗出版社愿意替阮出这本册，嘛是表示讲台湾有一寡人有兴趣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看台湾文化，所以莫感觉讲台湾一定是较困难，是可能咱接受的人无够未到时阵的啦吼。那时阵到的时阵，你有可能你感觉讲你的好朋友真侪吼，我拢安尼较希望讲用较正面的方式去看咱每一个人会拄到的问题，这个挑战吼。另外，拄仔讲，迄个阮台湾的这个办公室叫做三丰果多啦吼。三丰果多，阮中这个三丰跟果多中有一个迄个Canucks杀人鲸的目睭啦吼，迄一点嘛吼。你若照理讲应该是三丰吼点啦吼点果多这两个字合起来吼是火啦，伙伴的火，所以阮的名吼全名叫做煽风点火啦。阮的世界去讲煽风点火，可是阮的点火是甲迄个人带我来吼，果多是伙伴吼。你若有物件，你让人带我来，咱拢是伙伴。用这种方式的这种心态去讲无共款的人熟悉。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故事，会当互阮同人见面的时阵讲，你是咧卖水果吼？你是啥物农夫啊？我讲无，阮来煽风点火的啦吼。所以你看，连这个名咧，当互阮开始一段真无共款的对话，
这种方式的交流吼，其实是会当互人了解讲，这个团体有可能跟因原来接触的无啥共款吼，所以另外这个平台的代志吼，我感觉真重要的是讲我定定有一种老二心理啦吼，因为我感觉老二吼其实是老大吼，就是讲咱把这个平台放在遐，互别人会当来，咱是控制这个平台的人，咱是迄个司机，咱要驶去对就驶去对，吼，你的passenger 会当一定换人，吼，可是这个司机是咱咧驶一条，来驶这架车，这个老二的平台就是像我拄仔咧讲拢共款，是咱的关系跟别人什么关系？咱来了解别人的情形，甲因载去因要爱去的所在。我拄仔一直咧强调一点，大家拢要看家己，每一个文化拢要看家己，拢无爱看别人。拢先看家己，看别人拢小可看一下，伊有兴趣伊就看，无兴趣伊就刷去啊。所以你若伫咱的文化节内底，咱的活动内底去互因看到家己。伊会去看到你是啥物人，所以这是一个伫 marketing 来讲吼，伫 marketing 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讲，咱以前拢要讲，这是台湾的，咱台湾的这个歌戏，台湾的这个布袋戏，拢是咱要看的，吼，什么咱要互伊看因家己，看到因家己，看因家己，就是伊会讲，这什么所在，这是台湾文化节，吼，伊会去看到咱台湾，伊去了解到咱台湾跟伊的关系。我昨吼跟一个印尼的朋友讲，差不多要到2点半钟的话，吼，伫加拿大，因为今年要做印尼嘛，吼，伊甲我讲 ，Charlie， 我毋捌跟你讲遮侪话，因为阮拢熟悉，吼，可是阮讲着对方的文化，吼，安那去练，吼，安那去去讨论，吼，我会当讲2点半钟。2点半钟的话，就是咧讨论者，佫讲袂完，佫要继续，吼，今年可能伫即个活动内底，你就去发现讲有一寡物件是伊要带出来的物件，伊甲我讲因会当做啥物代志，因的即个蜡染吼 batik 即个文化，跟咱台湾有啥物关系？咱要用即个物件去做啥物代志？所以这对话吼是足趣味的。我是希望讲会当互大家拢参与即个过程。你若拢参与即个过程吼，你感觉即个台湾文化是足精彩的，因为咱会当跟世界每一个文化拢会当讲到话，嘛有当看到咱的重要性、咱的水、咱的好，吼，佫是爱对别人的身躯顶去先了解别人，来看等于家己，先讲到安尼，谢谢。感觉佫有啥人有啥物问题要问遮哩？免客气，还是举手。不学启发。恁想要看不学启发嘛？若要看不学启发。安尼好啊，我来看迄个好。OK， 等我一下，我即摆登去 share 迄个 screen。The festival was, in its original intentions and such and goals, I think, we needed enough an aggregate of activity and performances to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presenters to perhaps visit Vancouver to see Vancouver work, but also Canadian work from elsewhere in the country, and then also internationally work, whether from Taiwan or otherwise. We wanted to create a platform, a situation, a moment for which Vancouver artists could have their work seen, but also tested and challenged, could find themselves in a room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and with presenters and possibly funders and other kinds of industry stakehol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talk about the issues and the trends and the themes of the moment. So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artistic, industry, and then I think lastly it was also cultural in the sense to say that Vancouver had something special to offer that is, you know, it's still a relatively very young city, right? It's not always been seen as at the center of
some kind of, energy around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s practice, when in fact we know that's not true. In fact, it is. So it was also about local pride, but that local pride in relationship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n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ly. And it wasn't to say that we were the best of this or that, but it was about trying to tease out what was perhaps particular to Vancouver. Work and ideas and a way of working and a type of work that was being created that perhaps wasn't happening in Montreal and wasn't happening in Toronto or Calgary. And in a sense, again, it wasn't an act of promotion. The intention was around exchange. If this artist in Vancouver is thinking these kinds of ways, is there an artist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would feel like it was connected to it? And that we could perhaps bring that work in and say, hey, if you're trying to figure out this Vancouver artist, maybe it'll help just to see them through the eyes of this artist from Buenos Aires, because their work is in parallel. It's almost, if not directly in dialogue, it's certainly a sense of kinship to it. So we would bring in a show that the concept was already figured out. It had been done multiple places in the world, but it would involve local designers, local actors, and production people to realize the iteration here in Vancouver as a reflection on Vancouver in the context of this artistic practice. So we were often trying to find Vancouver artists together in the room with visiting international artists working on a project that was iterative, that had had various editions and such. The festival has always had that at its heart, that it was co-founded by two artists, that there was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artistic scene here, that it would be meaningful, and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festival really had to be owned locally. Locally by the audiences, by the donors, by partners like yourself, creating artists. They had to feel a sense of pride. It had to be owned as something that was meaningful and unique to Vancouver. 恁会当看到伊讲的话，同我对我咧讲话有真侪重叠性啦吼。比如讲，伊要甲国际带来文革化吼，伊希望这艺术家是会当互看到吼，会当互试验过、互挑战吼。伊要爱讲的是讲这议题吼，这趋势是啥吼，这主题是啥？这个艺术性吼，这产业性，共这文化性。伊要互知影讲温哥华有好物件，你若甲这温哥华这名吼换做台湾吼，拢通啦吼。咱嘛是希望台湾有这个感觉吼。温哥华毋是表演艺术的所在，有可能嘛无人甲台湾当做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的艺术中心吼，有可能啦吼。咱家己袂安尼感觉嘛，咱感觉讲台湾最重要。咱伊一定爱有参加这个 local 的 pride 吼，当地这个骄傲吼，爱有这个国家同世界的角度。咱无一定是爱甲上好的互人看，可是一定要有这个特色吼。伫温哥华的人就感觉讲，你伫 Montreal 伫托朗托看袂到的，你可以当伫温哥华看到。咱嘛是这种心情，要互讲，你台湾看会到的吼。毋是干那要宣传这个物件，你爱用交流吼。互感觉讲你有一个对话，有一个亲情关系这种型吼。当地人爱参与，毋是干那一堆外国带入来安尼。像咱常拢要请外国的表演团体来，可是伊无当地人的参与的时阵，有当时迄是无迄个效果吼，因为当地人根本毋知影即个团体无熟悉，伊嘛无感觉迄是伊的活动。我拄仔讲吼，伊拢想要看着家己。温哥华眼中的这个艺术家眼中的温哥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因办活动拢爱有责任跟意义啦吼。这个物件爱是变做是温哥华。你看咱 Lunar Fest、台湾 Fest， 即摆拢渐渐变做这是温哥华的活动吼。虽然挂这个名是台湾，虽然台湾会当参与，可是伊爱是当地人认同、因支持的一个活动吼。这种就是这是成功的一个艺术节，温哥华影响艺术节吼。这个 Norman Armour 吼，伊是迄个阮遮一个大学 SFU 个互伊一个荣誉博士的这个学位吼，因为对这个温哥华的艺术界的影响所以我有这种朋友会当互我去讨论，会当了解咱台湾文化节，伊来过台湾文化节一遍啦，所以你嘛看伊对咱的了解，可是伊无一定是参加文化节遐济遍的人所以伊就是我拄仔咧讲，咱要互这种人有影响力的人认识咱就对。
当然我佫有别个，我毋知时间上会使袂？恁即摆时间是会使吗？再过5分。过5分哦，安尼这拢会超过。无咱佫看即个移民的讲咱看第3篇好啊。第3篇是伊咧讲台湾文化这个一时也代志。无要紧啊，超过个问题无。咱来看即题吼。Youth. I was very struck in Taiwan, and had been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I had been there, of the kind of energy of the emerging generation of makers, whether it's their interest in virtual technology, whether it's their just fierce sense of performance that you'll see in the dance scene. I think there's a real connection there between Vancouver and Taiwan, as i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would say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and that people who have perhaps immigrated or moved as newcomers to here in the Lower Mainland many years ago, who perhaps in their preference, their familiarity is with work of a certain generational kind of taste or experience, and bringing in work or situations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first generation, second generation, and third generation Taiwanese, I think is fascinating. Your approach and your team's approach, this idea of, hey, we're going to have sister or brotherly relationships to another Asian or South Asian country, I think it's brilliant. I really do. And it's funny because I do think it's something about in Vancouver, there's a sense of generosity to say, hey, I'm not alone in thinking this way. We have some kinship. I think this idea of having a focus country, how we alike, how we different, is a really remarkable approach that doesn't dilute the notion of it being Taiwan. It's Taiwanese culture in context of something else. It's just a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way to, in a sense, explore and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to be in context to something else, which in some ways, again, back to sort of Push's initial intentions, was a lot of why we thought the festival was necessary, and I guess ultimately that we thought the festival would succeed, because Vancouver was that kind of city that was hungry to see itself in relationship to something else. So for Taiwan Fest to have another country and to be in relationship to it and dialogue with is, to me, so like Vancouver, 所以这是伊拄仔讲的吼，那伊感觉台湾的即个少年人真正最厉害吼，伊对即个跨世代的即个对话吼，像咱伫文化节内底，因咱的对象内底有无共款的 generation， 有像大家即个较早来的吼，也是讲较中辈的，嘛有这少年伫加拿大出生的吼，要哪互因会当拢伫共一个活动内底去对话，吼，爱有即个题目，即个主题，互因拢有兴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吼。这三代会当做伙吼，伊感觉即个温哥华一个即种大气吼，在台湾嘛有啦吼，卖互感觉讲是干那，你一个活动毋是干那我安尼想尔，有别人嘛有即种问题吼，别人即种想法用迄种方式去互别人扭我大家即个关系就对。即个咱虽然讲做遮侪无共款的文化吼，咱可以当无去减少即台湾味就对用台湾无共款的国家的文化来做解说吼。这是因的艺术节本来就是即种做法的，所以咱的台湾文化节即摆一定因即种艺术节的想法的做法一定是共款吼。像咱过去我一开始咧接受台湾文化节的时阵是无啥共款的。想法，即摆因为伊看着讲，咱会当通即种艺术节有即种共款的思维是一种真欢喜的代志吼。咱大家要互感觉讲，咱 Vancouver 吼拢嘛是同别个城市拢有看着入要讲着别人会当看着温哥华，咱要讲着别人会当看着台湾是共款的意思。感觉台湾文化节是。真有温哥华一个味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吼，伊的演讲即个较全部的演讲是阮的YouTube 顶悬会当看到啦吼。我感觉若有兴趣要办伫海外办台湾文化节，还是讲台湾的文化有关系的代志，会当去看即个人。会讲话吼，会当互你一寡新的想法。歹势吼，家里吼，实在即摆伊是伫台湾吼，对家里来讲，
即个是暗半暝啊啦，12点啊。无要紧，因为我有小可困一下，较起来准备即场，所以。呀，多谢请你吼，今仔日你互阮1点钟足，或者真丰盛的迄个文化大餐啦吼，大家拢感觉足欣赏你的即个节目，希望讲你愈做愈好吼，希望讲你台湾的公司也是继续追杀台湾的文化，咱大家拢来替你加油吼。若准讲，这是我甲家无啦吼，请你无甲我烦恼啦。请你拄倒我讲的，伊讲伊家己的生活真简单，拢无要紧，但是伊的少年呢，拢有需要咱家资源吼，所以逐个人无要紧吼，加减拢无要紧，也请大家甲伊即个捐一寡钱吼，互因会当运作搁较顺利吼，互即个少年的吼，会当较稳定吼，所以我有甲因即个少年的讲过话吼，逐个拢。精神足好，我问因啦，伊甲我讲，无要紧啦，趁较少钱无要紧，阮拢足快乐。所以钱毋是毋是快乐的元素啦吼，快乐就是讲做家己理想爱做的。请你就是即款的人，请你是高雄人吼，拄有看到人咧问啦吼，请你原来是高雄人吼，所以无要紧啦吼，请你加油。好，多谢大家，多谢恁的时间。多谢。多谢美玲吼，咱即马迄个，因为咱明仔载阁有一场，敢是拜托中光遐小可介绍一下。多谢 Charlie， 多谢美玲，迄个中光遐。Charlie， 你若准讲要先离开吼，你请便啦吼。无要紧，我嘿。无要紧，好，谢谢。多谢。中光遐敢若拢。中光遐你无开麦句哦。中光遐你的麦句无开哦。听你的声。无开，你开搁关去。有听到无？有啊，真有听，是多谢。咱因为最近即个乌克兰的即个互罗西亚咧欺负甲忝的即个代志我想和台湾的情形足有关系啦拄好咱顶礼拜有即个何新汉教授来伫咱中间伊是对即个伊是罗西亚的文学博士伊感觉讲。乌克兰主要是乌克兰是安怎会去互迄个罗西亚安尼感觉讲伊是因的一部分主要是语言文化的问题啦所以伊要用即个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即场的遮个战争的代志佫真拄好迄个恶草传播即个总编辑叫做四汉俊，草是台湾的一个网络媒体啦伊较早有捌来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营做主讲者所以因也真拄好，因拄好即几工，因要出版一本叫做即个民间国防，应该毋是正确的册名毋是民间国防，正确的册名是，我向讲袂出来但是有关即个抵抗啦民间抵抗即方面的议题迄内底有讲到真具体的方法要安怎来，若战争要开始的时阵要安怎咱家己要安怎保护家己也是讲要安怎来帮助咱的国家来抵抗外来的侵略啦所以咱其实是明仔载有若共即个时间要来讲啦因为这是临时插入去的所以可能抑佫有诚侪人毋知影所以请大家来斗宣传一下佫落去4月初2是台湾文学金奖毋知即个桂兰还是品酒伫遐无？ OK， 无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即个代志有请即个原来是请好心和南洋平方吼，来咧下面联络吼，主题有可能会更利用大众媒体的角度吼来看即个台湾通信的即种的题目啦吼。4月初9吼，咱有要办一个台湾通信30档特刊的发表会吼。4月16吼，这已经确定啊吼。迄个蒋伟文会来讲，要安怎伫台南吼，新设一个林茂生纪念图书馆的即个话题吼。因为即个林茂生对于咱台语算的教育算真重要啦吼。伊早期就是去哥伦比亚读博士的时阵，伊的主题就是咧研究即个台湾的教育吼。可惜伊转去台湾了。受到第2班的中间像改成是失踪去的款啦吼。到这时佫毋知伊安怎去，应该是牺牲去啦吼。所以若是会当伫台南遮设一个林茂生的即个纪念馆吼，图书馆吼，应该是真好的代志吼。佫落去咱有一个即个台湾料理救援队吼，咱相信咱足侪咱爱台语的人吼，会看到因的迄个网页吼，因最近佫开始要迄个第2个专辑吼，应该要佫出来吼。所以我先佫来即个嘛真趣味吼，我感觉讲即个丹路即个吼，伊可能要讲台湾的舞蹈史啦吼。我足少人会去合着即个议题吼。伊下面女朋友家己嘛有一个舞团啦吼。伊可能会用即个文化吼，即个角度来看即个台湾的舞蹈吼。好，我介绍到遮。咱今仔日咱就到遮，多谢大家来参加。迄个 meeting room 我佫会开10分钟，你若总有要佫留落来开讲嘛会使吼。真正多谢 Charlie， 我知影台湾已经超过12点啊嘿。今年Harbourfront 的台湾文化节我一定会去。欢迎。敢会当甲Charlie请教讲恁的网站，应该会当搭一下。好，你会当找迄个，若要台湾 Fest 是迄个找 either Vancouver Taiwan Fest.ca 还是迄个 Toronto Taiwan Fest.ca。我用拍的啦吼。佫另外一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啦吼，算讲甲你 pick up 一寡 brain 吼。假使若是讲要办一个台语文化节啦吼，你会用啥物款的即个方法安尼？ approach 指导方嘿。其实我会先讲，咱会问讲即个你的对象吼是啥物人？因为阮即摆咧办台湾文化节，阮较咧想讲是台湾以外的人吼所以若要台语文是毋是遮的人有兴趣？还是咱是要希望咱会当影响佫较侪佫较侪台湾人来讲台语吼，因为你的对象无啥共款。我家己感觉讲台语文可能会当慢慢用形象的角度吼，来比如讲，阮会当伫活动顶悬开始有一寡活动是用台语介绍阮最近嘛常常安排团队是唱台语歌吼若人要爱有兴趣，可能爱先会当去 appreciate 即个语言也好，还是即个文化，伊较有可能会当愿意参加遮个活动。所以我毋捌想过啦吼，就是我若是要了解时阵，我袂用台语文出发，我会用因为同台语文有关系的理由，甲大家带我来。伫即个过程内底，互因去熟悉台语文。像我咧讲台湾文化就共款，我无一定讲爱讲甲台湾文化放在第一位，我是甲别人的文化放入来，互因有兴趣即个代志。煞落开来讲着台湾的重要性，咱会当讲着台语文的重要性。所以出发点可能毋是台语文可是你的 agenda 是台语文。
会做点会真困难。你若用台语文，伫即满即个时阵，可能要互大家去愿意去参加即个台语文的活动，可能感觉伊跟伊无关系所以这应该是即种想法。你和咱即个论坛的即个想法足共啊，就讲咧先讲文化吼，其实咱就是讲来招人来用台语来论台湾文化。